水公园。金小宝在红天湖就怪龙了，现在贴着金钟杆，奋勇喊怪。怪龙专心发亮蓝，金小宝的金钟杆无可能给打伤。这个时，这个金强看准怪龙的头部平坦，这个所在是死角。 所以使出还棍刀的功夫，打中怪龙的头部咯。怪龙流血如泉，旋入血中。从此，这个金山社的农民平安无事咯。金强识别农民，继续在要摧毁离散的兄弟。 各位再见，多谢哦，要有时间就要对他过哦，啊，再来还钱来，啊，多谢啊，恭喜。冲吧！我刚这之前听到今仔以8220击溃了10万的水军。 这时阵的元帅魏炳通鸣金收兵，倒向南方咯。收兵啊！尤俊达用火杀住了中路口。啊，喂喂啦！喂，我是要行啊，是要战啊！恁若无行啊，万钱借发，难得生还哦。行哦，行哦，大家都行。 元帅魏炳通看兵势兴行，领马还头路。此时听到今日对告，使出回报，回报打中魏炳通。对落尾下，把我死起来呀！ 兵魂邪梦已经拿了了，安尼好，交我等于我公职，遵命。这次的胜利都是众兄弟团结的成果了吼。也是阮老兄领导有方，誓言饮三杯。唔对唔对，混世魔王啦！我叫你老兄，安尼誓言，三杯哪要紧，啉10杯还佫较爽快哩。 你咪讲你罚你啉3杯是啉豆油呢？啉豆油啊，有够咸啊咯！有啊准达啦，派人去找金大哥，那个众兄弟吼，所落起来去请咱母亲，甲咱叔叔，甲阮娘，拢甲请来换公祭集会。嘿，安尼有理。那个啊，拍得胜果，回换公祭了。 天意逐流，千里临环。备好，魏文通征伐瓦岗节失败，10万大军转行了。小小瓦岗节之差，怎能击败50万大军呢？皇上，你错啦，你错啦！陛下。 瓦岗之差，有一人敢恕万人不敢当之精神，而且非常的团结，迄款的力量惊人啊！皇上，你扫我恨，乱我心啊！奴臣该死，奴臣该死！皇上，你忠心耿耿，任庶子以礼，全国将帅任你调遣。 速化瓦岗节敌阵重察，不得为过。奴臣遵了旨。寡妇继续表演吧。
徐无公得到消息，领真听两家冠属以33号函前往瓦岗西路。靠山龙阳林接大权，派出大元帅去随，当地赶上乌文化及之主，乌文成龙为先锋，率领15万大军要进攻瓦岗西。另外派出陆太保领500名的武士，要锁杀二先生甲真家部落。二表，叔叔，阿娘。 你不是放松之苦，本后主听到今做当咯，做当咯。加金起来，金仔囝哦，你实在真牛哦吼！多谢阿娘，多谢二表甲阿嫂。马三宝，嘿，你赶紧请我的母亲叔叔甲阮娘入去房内去休息。是，请母亲叔叔随我来吧。 兄弟啊，太弟都有开顺酒，甲众兄弟洗定一个，洗定一个。多谢谢主哦。是啦，众兄弟赶紧跪落拜谢主啊！兄弟啊，莫安尼咁样拜了啦！你逐个兄弟拢平悬平大咧拜相，哼，无依无事。听兄弟，咱兄弟之外，还阁有10外万的众将士哦，军中一定有一个体制，有军纪，有特殊。 你忠孝仁义，智勇齐全，众兄弟敬你为长，这是无毋对啊！奇哥啊，吼啊！你实在讲的足过分的呢。兄弟结拜毋是我上大呢，咱还阁有真大哥，还阁有陈荣信、王必东、罗成，啊，恁遮大家拢表甲牛，要我这个无读册、青面牛骨毋正牛，做什么长对？安尼甲我闹开敢对？嘿，互相闹开求进步。 哎呀，听兄弟你太谦虚咯！如今大哥在这，由他为长；现在大哥不在，由你来领导，这是合情合理啊！什么叫合情合理？合了就念伊死。啊，好啦好啦，咱莫在摕来摕去啦。我即马想这个办法上改赞哦。我来做39支签，就是表示讲咱39兄弟结拜啊，对毋对？啊，即马大哥因拢无伫咧，无要紧。 哦，这个就是徐无公，你代表落去抽就对。一39支签的中间呐，1岁38将啊。是什么1岁38将？听拢无啦。听无啊？还多1支岁，哦，啊，其他吼38支拢总写将就对。啊，签甲练练的，徛咧地仔内，甲切切咧，啊，各人抽哦。若抽到水的人，就是领导者哦。啊，若抽到将的人，就是做人的部下就对啦。这个就是咱兄弟的中间呐，安尼大家欢喜甘愿啊，你咧。好了。 以我俊达，你想啊上空上芳，关性不改。哎，安尼上赞你咧，啊，有你也无你吼，啊，七哥，言者有理，尤俊达赶紧落去做签吧，啊，我来准备了。来，这拢无拍的哦，这光明正大哦，啊，这毋是街路边咧抽签啊，嘿嘿，来，兄弟啊，抽，将一支，好，好，拢抽好哈。 抽好来准备现哦，哦，大家你拢先现，啊现了，我自己就来现呢。来，大家现，拍手无赔哈。哇，乌军，哇，你也乌军，我等下大家拢伫度乌军。啥物咧乌军啦，将啦乌军。我敢若乌军呢？啊，都毋是咧拔牌啊，佮也是咧行棋佮乌军。军是无毋对哦，啊，参你师无讲啊，讲军无毋对，迄个明明岁，啊，这个将啊，什么什么乌军咧？我甲你讲，将帅在外，可以代表军啊。好，安尼呢？是啊，哎，换你啊，老听。喝3杯啊，我还阁啉3杯。导游啉3杯，混世魔王。啊，哟，混世魔王啊，啊，等换你现啊，剩你尔了。 现都现呢，安军空食啊！安尼啊，实在有福气了对啊！大家拢总抽到奖，敢若抽到水啦。是啊，众兄弟，赶紧拜水吧。七哥啊，莫叫我七哥啦，哦，
叫我饲无讲就好。啊，你请我，你较济岁，所以我叫你饲姑。啊，歹听啦，饲兄较好听。好啦，拢烧香啦，姑甲兄拢烧香就对啦。安尼哦，嘿，这戆人有戆福，所以较选嘛是选着你啦。但是呢，你即马做主帅，爱选2个军师伫你左右，甲你运筹决策。好，安尼呢？是啊，好，安尼我就选饲姑你做军师，由我准达你做我的秘书。无啦，无秘书啦，拢军师啦。好啦，凊彩啦。你们这个唔捌半日青面牛鬼做元帅，爱做啥物瓦工节祭主，爱做混世魔王，实在有影笑死人。啊，无要紧啊，开始读册啊。即摆饲无讲而且吼，你都要读兵史战策哈，消何论法啊，袂使你讲到唔捌呢，唔捌人爱笑啊，看对唔对？好，安尼开始读册啊。是啊，众将听教，在高服从军令，威令者重发。做兵啊！你免忝落啊！你免忝落啊！陈永信以众人分散之后，回到二贤庄。伊看庄内静肃肃，不闻鸡犬之声，心起惊意咯。来啊！发射！乱箭由山八搭射来，陈永信多表叫连中3箭咯，归山啦！将太保如龙似虎，围杀陈永信。陈永信压紧做样所拼命敌敌。啊！这个时阵，雷太保雷神通亮出九雷剑咯，砍伤着陈永信的左肩、左手膝啊，左阳所击对的。可是陈永信领会尽失，扑出火花，跳出人墙，撞入树林咯。对呀对呀，我是树林对呀。兵太保已经叫撞入树林，对袂了了。树林张杀，人家九龙饭店，赶紧顺这个黑者对杀。好，对面。吉人天相，陈永信在树林中遇了农夫的相救。这好心的农夫就将陈永信要甲带回家去疗伤咯。我甲你讲啦，啊，歹心的是帝王母啦，好心的是半只鹅啦，大个。咱若掠这个39块掠得着啊，赏金5两。一白银200两呢？哎呀，兄弟啊，好心有好报，啊歹心有恶果，千万都唔通安尼想。啥物咧歹心啊？阮后生生骨刺，迄大夫伫咧讲啦，讲都爱用刀甲伊刻起来，还着3个月才治会好。哦，啊上少要开咧100多两银呢，大个，你甲想看卖啊咧？哦，这笔钱看卖对倒位来就好啦，大个。假使咱若是掠到这陈永信吼，安尼咱就会当赏金，这笔钱哦，就算讲你做我啦，好无？拜托你啦，吼，大个倒骹手咧，哦。好啦好啦，你看安怎去做，你就去做吧。嘿啊，你唔通老下去，这稳赚呢，稳赚呢。李某在，李生，哈哈，伫遮。你报祝陈永信有赏？哈，是啦是啦，多谢多谢。这黄金5两，白银200，拿去。哈，多谢太保爷，多谢太保爷。这个陈永信的相貌与他人大不相同，青面红手，管有9尺外，花镜互陛下看一下。咱兄弟啊，升官来人啊！将陈永信顶落寿车，回长安。
真强来到山间地界，天色既暗，伊毋敢投宿客店，伊暂时借土地庙安心咯。福德正神啊，我都是叫做李某啦。阮生你的拢是好心的，但若阮小弟这个李生吼，心肝有够歹淡薄啊。但是伊为着钱，得要依着阮侄啦，这也是各不相中的啦。可怜的沈良信哦，叫太保了呀啦。福德正神啊，你都要显赫。指点沈良信的兄弟啊，来个解救迄福德正神啊！我甲你拜托，我甲你拜托啦！老爸，免惊，我是人。你头拄仔伫咧讲沈良信是怎样心？无啦，无啦，伊是我的二兄弟，我是山东真强二叔宝啊！哈！哦，你就是山东济南府小明上迄个真庆哟！是啊，真爷啊！我都唔知你是真爷，是的啦，是的啦。啊，事情都是安尼啦。阿回惊城，哎呀，这要如何是好呢？老爸，我甲你看起来你的心地善良，你可以助我一臂之力救出沈良信吗？你讲哪对啊？我哪这么老，阁无力，哪有可能助你救人啦？你即马转去，请几位庄汉，先煞提一领布袋，将我的身躯装在布袋内，叫这庄汉拿长锤底棒也互伊变，将我的身躯放在雷太保必经之处，用长锤底棒甲我拍，大声喊拍擦拍擦。迄乌白拍无责力，会拍死人呢？未啦，我会先讲啊，先讲对，因那讲我会听了。无要紧啦，我会忍耐啊。好呢，好呢，好。雷太保阿凡特要回转长安到中途的时阵，兵太保到中途的所在，有人伫咧画拍擦，拍擦。住手！拍什么？我都在拍擦你。系啊，你擦哪拍死啊？既然是擦啦，上官法办，不可私刑。喂，哇，你代志阁管认真呢？哦，若要上官，哦，你掠来就好啊。阮遮大家无用。是啊，咱来做事啦。等下。来啦！看这个地内是啥物擦？好，我看下。喂，你啥物人呀？喂，地内啥物人？兵太保点点，可能被拍死了。赶紧将这个布袋锤给掏开，遵命。赶紧令他拍开手车，火箭一剑刺破咽喉。来啊！打开手车。好，遵命。锁链锁扣总给伊打开。来啊！骹扣手链拢甲开了。遵命。先煞送伊一匹马。来啊！送伊一匹马啊！先兄弟，你先走吧。真强啊！千岁待你不薄，你敢叛逆？杨林是我杀回收人，不太严呢。雷太保，你与我同骑吧。背后唔通对来，对来这雷太保必死无疑。哈！来啊！赶紧对，唔能对哦，对落去哦，雷太保会死哦。来人啊！慢慢啊对啊！多谢你送我一挺武器。好。对啊！哎，对遐尼慢咧对啥？
慢慢啊对，若对伤紧哦，迄个真强伫咧讲话，伊这要一剑刺破你的咽喉，你无听伊是无？真强小子头壳袂歹，救走了仙阳神，无该首都弹杀西部人，中下你啊！提兵在对啊！对啊，慢慢啊对诶。启禀大元帅，库税领兵15万，我们成龙为先锋来征，因在20里之外安营扎寨咯。再起大唐，遵命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中我将而关，开兵杀上啊！且慢，安那15万大军非同小可，前落去损兵折将。武文成龙乃是武文成都之地，万夫不动之勇，莫忘。安那你领15名出敌，约他单打独战，吼，准败不准胜，延缓时间。你呢？我另外领一路兵，拢免动艰苦，免费吹毛之力。哦，你这个牛皮的啊！啥物？哦，毋是啊，军师啊，你拢推软软的，啊，阮拢推硬啊。这是计策，照安尼行事都无毋对啊！好了，兄弟啊，点15名出战呢。用出卡计秦明虎，私下乡义吊金鹅啊！听到今仔甲武文成龙交锋咯，卡计，徐无公到底用什么卡计呢？被击杀的神阳神甲金属宝得要采取什么行动呢？请看续集，随动演义。